保养术款，嚣张太上股，要发太假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厨师长阿忠古，向下来老嚣张人大嘴古了。今日要老大家讨论两个主题哈，係一直以來都當時行嘅話題，就係以貌取人。雖然你見講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不過咧，假定以上人嘅相貌來評斷一上人係自古到今都不變嘅道理。到底你用辦用一個相貌來評斷一上人，你到社會上用辦本人來評斷咧？今日你有請到五煞嚣張人老大家向下來討論以貌取人嘅世界，眾場歡迎。首先有請到係質疑。大家好，我係成功唔過為本人以貌取人嘅質疑。加上本人因為兩下張12歲天天嘛，嗯，聽我爸咧。第一集老太家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係讀到好看人，乜嘅都好嘅李家哥哥。李家就係以貌取人嘅代表。懂好一人啊，嗬。好，等下三個用版以貌取人哈。第三集老太家小嘅係怡權。大家好，我係看到現代嘅細阿哥同佢講翻咗啲新聞，講我撲撲頭嘅下拳，笑到我都有啲緊張。佢咩係以貌取人嘅代表？等下三個。用用翻去結盤啊！好。第四集老太家小嘅係肥堅啊。大家好，大家看到我是講我當後生，不過聽到我前時間演技可能會向後退三步。哎呦，故作廿就證明兩個世界就係以貌取人嘅世界。最尾老太家小嘅係小鳳。嗨，大家好，無唔錯，我就係從細就本色下妹，聊到無奈何嘅小鳳。哎呦，你講白了。哦，小鳳今日講你嘅小課本太夾糖哈。好，我一開始就講嘛，以貌取人係自古到今都不變嘅道理。就算你講吼，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唔過你做起來，那有可能，係唔係？假使今日有一個人講。我從頭到尾，自古到今，從出世到了下，從來唔會以貌取人，感覺有可能嗎？我感覺完全唔可能，因為呢，你自古到今，你人啊就好看好看嘅東西嘛，喜歡看嘅講嘅、言道嘅，去嚟看順眼嘅。唔過我感覺以貌取人唔單止去嚟看好看、喜歡嘅，係會因為你係成日愛情就想，佢係哪一種嘅性嘅，係哪一種嘅人出嚟談，用家庭相貌、家庭佢嘅貌操嚟評斷，生來好看，個做些可能咩等陣，生來普普通通，佢做些可能咩馬馬虎虎，係咪會安呢？可能係電刀嘅。電刀，實際上可能係電刀，唔過看到以上，你就會家庭佢嘅相貌嚟評斷，係咪呢個？冇唔錯，因為接上有人講嗬，人愛義種啊，佛愛敬種嘛。比方講，愛交朋友嘛，有兩種朋友，一紮朋友呢係做不搭不切朋友，那個一紮，係啊，那個一紮朋友係強強烈烈，大家聽說係先強強烈烈嚟做朋友啊，故說冇以貌取人實在是都冇可能相信的啦。真嘅冇可能相信，假使講了的話，我真嘅知道，你不要再講場面話了。之前我頭有講過啦。你就係兩種人啊。我唔可以以貌取人嘅，佢專講兩個垃圾話，唔可以相信啦。懂㗎？嘅小鳳人知道，假使有人講我唔可以以貌取人，有可能嗎？當然唔是啦，尤其係細奶嘅咩嗬，一聽好講講嘅呀，係嘛？像有的懂得講嘛，我只看內在美咩嗬，你全部判幾鬼啦。小鳳完全唔可能。我唔係咁嚟講，其實細奶老細貌係全部就圈用，全部咩好講，尤其講要外貌係人哋嘅第一印象，係嘛？那總得本人有不好的印象啊。像來知道講要講嘅定義咩嗬？咩你講我上來咪該貓操，這樣人都講，有的係長得是很協調。很多人都長得很協調，就像慧婷這樣啊，就是他長得很協調，就可以看到懂舒服啊呢，係嘛？像我知道我講嘅唔可以以貌取人嘅嗬，即有可能講佢係實在啦，你唔錯喎，要實在人啦，我做善事係唔係以貌取人，係講
佢唔敢講得嘅，一定會啊！鼓手最近在常都懂協調，因為叫我嚟解釋，鼓手永遠常都懂冇協調，係冇協調。不大家講嘅啊。跟住佢，你相信有人講佢唔會以貌取人？我絕對唔相信呢件事情，因為每次都就像一般人去市場買菜、買果子，全部就會看講嘅果子、講嘅菜，你才會買啊。可是唔對買菜呢件事情，就表示講唔會以貌取菜，也係取果子啊。對，嘅行卡唔是講對人來講，聽眾咪係咁樣，係講誒咩同接談到講誒唔看起來快快，係講誒唔看起來人動好，呀就係以貌取人嘅一句話。這個你看起來人好好，什麼叫看起來人好好？對呀，很多人都看起來人好好，但看起來人快快，愛快快，快會快，係咪？嘅回傾啊，最尾係你嘅想法老太子個有得正常。差唔多，因為你看到像頭先，李佳琦是講。你看到朋友會先看起來好感，因強強力力，喺那講會見人家綠綠卜卜的。比如講，我係前面挺秀好咧，我係未會先，你看好惡感因，然後看起來好兩三感因，我未先簽好兩三感因。雖然講假嘅性罐頭上乜嘅 NMD 係，可是我。就第一眼看到還是會這樣，香港可能從睇家幾度該找秘書好咧。哦，你看基本筆數嘅世界，基本上講看起來是係簽獎嘅，佢係簽為做事情嘅，你看兩面看過啥？秘書就要請講嘅。哦，老闆你做事他媽有精神。哎呦，現實版的以貌取人。啊，剛剛小鳳講到，小本來想問大家，人嘅成法度，人嘅場合，有冇乜嘅場合會遇到誒以貌取人嘅事情咧？至於有，因為人嘅招牌就係人嘅成果，因為人真嘅招牌，人嘅成果真嘅唔過嘛。古上嘅有班人去表演嘅時就嚇做到嘅，跟住嘅獻唱嘅時，跟人家看起來上來按優質啊，然後又矮啊、短嘅，就講你是工讀生嗎？到了要簽到一下哦。唔係，我係等他愛表演嘅。哦，還是因為你看起來像新人嘅啦。啊，你是我們剛剛那個國小團體嗎？對，合唱團容易。香港人真有做嘅實驗，真係係以貌取人嘅實驗。我是特地做實驗的。哇！我就去紅嘅，有一班我就貼片冇打扮，就素顏哦，冇化妝，完全冇穿着，係非常嘅刺眼隨性刺彩嘅，就去紅嘅。而家看嘅員工看到我就唔想去參加嘅。就係去紅衫褲嘅時間。係完全唔想去參加，跟有一班呢我就化好妝，做到講去，然後小姐，聽說你冇啊，買乜嘅東西冇啊？就查清楚，我就講真嘅呢個世界真係似以貌取人。佢可能那個穿着嘅模清好，佢可能做個 slipper，有做嘅男生有可能穿吊嘎，有做汗衫，就做你係哪位來嘅？你係咪買唔起啊？係有啲人係會面白白，真嘅，面嘅面白白就看到底係來做乜嘅？真嘅查清楚。咁你家有做過乜嘅以貌取人嘅事情？因為我頭擺些嘅時節同學會參加呢個陽吹，嘅陽吹嘅時間就會提供乜嘅係按到以貌取人嘅，尤其係交朋友嘅時節呵，因為就大家嘅時節都冇壽司嘛，冇壽司嘅時就看睇一年嘅英雄。天嘅英雄有順眼冇？接送啊，上到演導，上到講嘅人，當家都會請到佢朋友圈咧。唔過我有一班呢，就愛交朋友嘛，我就前面上到較普通嘅朋友，我就老佢講，你做嘢老，你向下教啊。唔過我比朋友哈，其實老我講，你做唔得前嘅普通嘅人來交朋友，來到人嘅圈內度哦。誒，幾時接觸東西，我就吃到第一擺冇買壽司，我就冇買點嘢，我就好，我啲，古時我就留給普通嘅朋友攞嚟講，朋友攞嚟講，排泄，我可能冇辦法攞嚟講，你可能愛去順豐講。運動安尼發啦。我就幾時間我一下想起來，就快咯。我就知道我動擺唔掂嘛，動爽人呢？真件動爽人，古時我喺留給朋友講排泄，我真件。做唔錯嚟，用人啲條絲啊！因為嗰時真係唔點買係以貌取人，咩唔知幾多講嘛嘅啦。係啊，我哋下就抵認我嘅。真嘅。跟小鳳有做過乜以貌取人嘅事情嗎？有啊，我自己本身就有做過。我基本上係學生嘅，去做些嚇
要去做表演，去做欣赏。结果我去到未吼，嘅工作人员看到我未吼，无飞我呢。啊，就讲歹勢，人家迄咩有邀請，嘛該客家，嘛該戲曲嘅欣賞。就講哦有啊，啊你係。我就係啊，唔信唔對嘛，最後係對面嘅啊，哈，還有那個拿身份證啊，冇啦，我有邀請函啦，有通知書啦，不如看，真件係矮呢，你看是唔信啊？你看還學生嘅用嘅啲嘛，嘅用咗，嗰個打扮很重要啦。所以我就一直很鼓勵咩哈，可能有閒我一次看呢，兒童樂園看買兒童票，我本年發現嘛。有咩2毛錢啊？我去美國真嘅買兒童票，冇人發現。真嘅啦，哦，不過還有一點就我自己本身做到較唔錯嘅係乜嘅啲嘛，像張懷是我6人合作㗎嚇，我一來看咪嗬，哦又到去咪嗬，應該就我先睇啦，嚇，結果我冇想到原來灰犬子啊，係天生之眼咧，保養到暗紅啲嘛，我想我哋都拍埋條路，哦協調，咩冇，我就。按你們說2毛錢嘛，錯嘛？還有就我係灰犬子保養得宜啦，天生駐顏有術，協調咩？係啊，還有我朋友，一開始認識，見到都我比佢較大，來露胸嘛，嗬，叫我吃到佢比我較細，快咧，爭先殘強下了後咪嗬，幾唔快咧，用啥朱文平好咪嗬，十分二，唔講練啦，就講反正就講。然後他冇看出來佢比我較細啦，係啊。以前還鬧到學長喺欣賞啊，原來係學長。他咩係欣賞嘅，都唔得。都有阿伯啦，嗬。係啦，嗬。佢教下半嘅小鳳2毛錢嘅飛機，你是一頭白參加聯誼嘅事件，沒有讀過按2毛錢嘅事情。圖書館細節都會有聯誼嘛，還都會有抽鑰匙，摩托車抽鑰匙，是黑色啦，和什麼？我跟你講，你抽鑰匙，那東西條啦，抽鑰匙懂丟誒，然後就是那個女生啊，我扮紅一隻什麼通好啦，其實配抬開口啊，可能等一下，係啊，還佢咪聯誼啊，叫交朋友，其實抽鑰匙，結果佢抽了鑰匙之後，該隻誰來的地黑機，該隻誰來閹西落跑誒，閹西，係啊，當送命啊，現在行話很多水鬼啦，就賭到水鬼。痛快，最近痛快，喺啲蛇嚟啊，賭到嘅蛇模樣就啱先掉到每下時啊，他嗰隻什麼通後，他兩眼小，雖然非常感應，他就還是很樂觀。唔講啊，你變順感已經看到都是都很心疼這個同學啦。係啊，真勁哈！觀眾朋友希望以好好平常時都喺你生活當中，係會賭到馬街2毛錢嘅事情，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因為像我之前有做過美容嘅顧問，跟我時出嘅面試嘅時間，嘅調價就有直接講，我單槍6次，我感覺好看嘅人，唔係講我上來好看，所以。嗰時候你就講唔本人6次，上來好看嘅人。唔係我嘅意思係講。可能係前嘅18歲以下呀。冇啦，如果係就講排泄唔講我感覺有冇拉過，老嘅男主角有的會檢查體重度，不是最猛身高差嘛，係嘛？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嗬，兩下問大家喺生活當中有賭過馬嘅2毛錢嘅事情，比如講最容易2毛錢，聽講有馬嘅潛條路價嚇嗬，調價會2毛錢，係個同事之間可能會留嘅上來好看嘅聽數據，咁會按呢嘅情形之意。有，因為我嘅朋友就講面試嘅時候就非常的明顯，那講有呢種3人，一3人 A 好咧 A 到 B，A 好咧 A 上來非常的講，唔講佢嘅能力啊非常的普通，啊 B 咧係上來非常的普通，唔講能力非常的好，非常的厲害，唔講你一開始面試嘅時候，你可以看外形係第一個印象，故所可能上來他順眼嘅人就會加分輕多，可能調價就會更高個，那係能力普通，唔講我看你先順眼啦，跟能力做在跳過時間內慢慢訓練還有培養。一種真正係一種2毛錢嘅社會，錯。跟你自己嘅工作經驗沒有按呢2毛錢嘅事情。算係有啦，因為像我之前有做過美容嘅顧問，跟我時出嘅面試嘅時間，嘅調價就有直接講，我單槍6次，我感覺好看嘅人，我講法唔係講我上來好看，所以。嗰種就講本人6次，嗰種上來好看嘅人。唔係我嘅意思係講。可能係前嘅18歲以下呀。冇啦，我嘅意思係講，你啊就係
会吃架非常推配性嘅羽毛器呢，故说我感觉也不可以完全讲头家系唔对嘅，因为我感觉其实你嘅面相啊，系做得有关系到你嘅正面嘅问题，系看你喺现场那样嘅正面。像我之前有做过幼稚園嘅形象，就有小朋友哎樣。小朋友吐小朋友嘅概念，你有聽到豬慘哦？嗰陣時嚴重就輕中醫癌哦，所以癌冇愛用嘅經驗。唔過你嚴重就講，你上來就係幼稚嘅嘛。嗰種呢就真係老幼稚園嘅小朋友做好朋友，就非常嘅有親和力，因為呢小朋友就唔會驚。後來呢佢就講，我跟小朋友看起來就會有一種完全有他都抵觸嘅，非常嘅真下有上面嗰時候佢就有留起愛做幼稚園形象。嘅唔過呢還有讀過羽毛器係愛有去試鏡嘅學生製片，嘅當時因為試鏡就會audition愛演戲本幾條款，嘅演嘅時後來佢話愛真認清楚演戲嘅能力啊，非常嘅喜歡演戲嘅方式。唔過後來就講拍攝唔過愛感覺唔拉個，老嘅男主角有的會檢查聽到不是最萌身高差嘛，係嘛？因為就講冇辦法，因為你嘅身高嘅問題就冇辦法用你哦。故說我感覺就有啲羽毛器你啊，唔過我感覺唔管你上人用版型，我感覺笑面一定加分。笑面吼，人家那個伸手不打笑臉人嘛，嗰種笑面咪係種動作嘅，因為兩個世界就係羽毛器嘅世界。咁你講做頭路家下有讀過嘛？個羽毛器嘅事情。有愛做洗來頭家，就同我下嘅講嘅洗妹同事，非常嘅明顯，嘿，故說我係說。做條嘅時間，即係羽毛器啊嘅程度非常嘅高啦。像我有位朋友好啲做條路啊，佢係也算是菜鳥，唔過佢上非常嘅強哦。唔過啊，嗰時嘅佢菜鳥嘛，當到會漏掉嘅啊，就會接受要當到咁咪酸溜溜嘅發講啊，你唔是做咩，唔是做咩條架會聽數你啦，吼，佢就會知道難頭上到暗講嘅迄種吹黑嘛，你知冇？哎呀，佢就知道佢都才高呢。有時間上到講嘅時間吼，雖然講跳架可能會對你較好，唔過人家同事、人家身邊嘅人就是說，情況會摩擦啊，係真嘅會摩擦嗰種。怎樣？長得漂亮就可以怎樣？我捏來3年呢，你這樣捏來踢3年，你馬個自己就50周，估到真嘅會發生按那個事情吼，所以係唔係？有，我咩讓你知道？唔過家講喺職場上面吼，嗱做條路咩有分。我分工像人家講嘅咩吼，會容易加分的條路，但是係業務啦、櫃台啦，嗰種總門看服務業吧，看門面的那一種咩吼，顏值很重要。嘿，唔過跟內勤人員咩吼，跟技術含量較高嘅職務，但是要有技術啦。哎呀，從公司跟內勤人員嘅主管嘅面試專門好濟。嘿，太巧嘅呢，嘿，因為其實呢種嘢咩吼，較認真，按你社會環境沒有，他會力爭上游，唔知嘛？哎呀，唔講係像但是啦，尤其家講嘅洗來條架咩吼，冇講我講啦。剛剛講的講舒服協調很重要嘛，辦公室整個的環境嘛，係嘛？氣氛那種重要。氣氛很重要啊，超嘛。就會講一上嘢，假設哦，如果天生的那個level 只有到80，你要自己想辦法讓它到100的感覺。對。後天上自己不要讓它失調。會聽啊，係嗎？做跳嘅時間，其實跳架會好同時嘅上來好快嘅，同時咪會提停數咧上來好快嘅，好嗎？我知道係安尼啦，因為從我第一份到第二份跳路啊，拄好都拄到2隻細妹同事，佢就是係上到嗰種唔係當正，可是咪唔係正，可是你看到嘅意思唔係記得記嘅嗰種人，就是錄音，係錄音，意思唔係記得記是係咧，安樣就是跳架就不會特別記住那種人，太頻繁，韓國人要是係記得。他們有個共同的特色，我知道那個就有扣分的作用，因為記得廣播都會結實。哦，係啊，安用跳架是好，就真的不會鬧你。跳架就不喜歡是唔好安用給員工啊。韓國同事之間，我知道，因為同事之間都彼此了解彼此的狀況，可是你講你知道嗰種好看感應疼惜，我是知道安用給同事，那就不要了。我咪好。係啊。
他因为台家寿司，嘿，因为台家寿司，他又不是老板对你，嘿啊，所以他有同时之间可以讲只帮好看的人，那就真的不要了。阿權我分享下，其實會打扮又長。有，真然係有長，因為剛好阿飛傾講做得磨牙同事也好，不過有嘗試工作係做唔得嘅，硬係拜託下唔舒適嘅人，我拜託佢哋聽數，基本嘅係假使講硬係下冇舒適嘅鋪門，我要求佢哋可能我啷個簽啊嘅東西啊，係假使係基本做得當普通，硬咩冇法做，故所硬去判事情硬可能就會判到動慢，因為佢哋可能就可能一下會插硬，一下又唔會插硬，不過係假使講硬基本嘅哎呦嘟嘟好有流樣，基本嘅完妝嘅情形，硬去判呀的事情，哎呦有講有笑哦，就像冇掉頭嗰陣，就故所硬之後還係會影響到尤其同事之間，故所大家知道有法種啊，假使做個咩較好一些嘅事情。可能撇上人對人嘅態度就180度太轉變嘅感覺，你上人根本有尊重嘅感覺。故所硬知道有時節嘅打扮唔係講你一天嘅打扮當樣扮，係一種對對方嘅一種尊重啦。不過你下問題假設係，你都交朋友嘅時節，咁咩會看人嘅貌操，看人嘅相貌來決定，我會留嚟讓人交朋友冇，會按你冇注意。我感覺交朋友每一天會看別人嘅面相係用貌操，唔過我感覺每一天以貌取人，唔過一定會物以類聚。物以類聚，人同人好，鬼同鬼好。我愛用講啦，因為我感覺性格差唔多嘅人，他是怕佢嘅帶向下搞嘛。古時可能因為性格嘅差唔多，古時可能打扮嘅外形啊，會差唔多。給你敢知道喏？我知道唔係講，也係演到就有當到好朋友，係第一擺你要搞一朋友嘅順眼圖，然後一上你有喊冇。幾種感覺唔掂嘛，故說就攞自己家下各位差唔多啦。迄個你知道一三年啊，然後動槍以槍嘅強用，唔係其上到動將，迄可能係佢做神父啊，迄嘅感覺啊，然後你知道動有下面發，一性格係喺動重要嘅啦。下面來係性格，性格最重要嘛。不過貓操可能係體質鋪，再來就係性格部分，會給引起到咧。是係冇受時嘅情況下，可能好醬感應其實多少好動應來接拳擊吧。有加分嘅做。係有加分，可能時間好久的大家好受時咧，可能開始都因思維就會有一點點改變。係，他係講好醬感應，因為他就容易吸引人家嘛，他可能。佢有講新朋友還是都唔係天然嘅事情，不過是係又比較怕，就是遇到他長得很好看，可是佢自己本身可能是有一種優越感。哦，呢種東西係按有上到跳江很驕傲嘅感覺，就知道私交案嘅。係啊，可能啲朋友是會越來越少。我沒有，我知道你沒有，因為你本身就沒有啊。等我加權啊，我加權啊，那啥都我沒有跟你一個人知道啊。我知道我交朋友嘅，反係交真心嘅朋友，像我是交希望我是交真心交嘅朋友，所以我朋友冇結到嘅，不過也全部就係冇看外表，完完全全外表已經冇重要嘅。韓國我是交有一種問題，就是我是交舒適嘅朋友，我冇辦法去講佢講也係這，因為佢有啲我心感度嘅樣相，佢唔係外表呈現出來嘅樣嘅，係佢有心感度韓國佢嘅身體係樣嘅，啲人嘅心感度真係佢嘅樣嘅，唔係佢嘅外表。因為老給熟識依舊嘅就值得就抵的，冇辦法判斷外表。對，加上人外表，老給嘅性格都帶硬，老給熟識按叫性格最重要嘛，冇錯嘅外表可能就冇按重要。不過你還冇大家知道吼，係唔知道細奶老細妹嘅好看都帶那一片冇形容咧，知？我感覺對細奶嘅好看嘅要求冇按過，因為像你下可能你隻細奶上來，真嘅唔係輕見到，佢嘅五官啊，就係行走的都唔係處嘅標準當中嘅。目標唔錯，每支就錯。對，做地嘅，不過那係你隻細奶雖然上來係單槍做的，不過佢輕微打扮啊，輕微做衫褲啊，人家就會感覺哦，佢輕見到，唔錯，非常的有型嗬。不過那係細妹人嘅，就算你輕微打扮，不過你那係唔係從下社會嘅要求，乜嘅望住愛睇啦，係乜嘅腿要長啦，嘅要啊係車啊要慢型嘅，細妹人感覺做出嘅社會嘅真辛苦，壓力就會嚇太咧。你講咩按人應背？嗌咩戲啊？唔講嗌戲看戲細奶，但係細奶
了細毛嘅，吃到就係細粒看細毛嘅個圖較無強，然後細毛較無強用。比方講細粒看細毛嘅吼，就聽說佢身材好啊，然後講個木豬胎啊，還個萌萌噠，乜小鳳起出碟啊，佢最了解啊。唔過係個細毛係看嘅細毛嘅人吼，就話知道呀啥細毛係都有內涵，還有呢係有氣質，就是到佢做事情懂好啊，呀種有看有能力嘅細毛，就細毛會知道呀細毛真係上到非常嘅獎。觀眾朋友，咩做嚟想下？你看一3年時，都在用版看2、3年，等下將來你要繼續講，假使你度到1、3年，伊個上來較唔好嘅，然後伊個上來當好嘅，兩隻丟向下嚟，你咪有嘛該上班，等下上來講了。細粒看細毛係咪吼？哦。也就可能愛葫蘆油啦，吼植物栽啦，吼還愛上來攪，師傅愛攪，最後要3寸金蓮，吼。最好啦，當當然巴多，當當然對啊。古時候佢就唔敢撩啊，因為佢驚輸慫啊，點啊？高處不勝寒，係咪？高處不勝寒，點？最後係人家跌下來跌死下人。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場嘅節目現場，聊下秋春1、3年問問題。小鳳啊，知道哈好看嘅細粒，然後好看嘅細毛有乜嘅檢查咧？有，家下我頭前經講嘅舒服協調有冇？那細粒係咪好長相？嘅細粒係有亮點，用到耐看，好個性格。也家自己頭前有講。穿搭很重要嘛，還有細粒也穿搭真嘅很重要，因為佢上來本來係斯文型嘅哈，結果你硬要穿得很狂野，穿 hip hop 就感覺，冇對哈，你就乖乖，還較乖，本來就太口味咪好，跟衫褲做到細兩槍人咧塌中嘅啊，你話跟住不舒服不協調嘛，你點解作對咁樣有性格嘛？愛講細粒看細毛係咪哈？哦。也就可能愛葫蘆油啦，吼植物栽啦，吼還愛上來攪，師傅愛攪，最後要3寸金蓮，哈。最好啦，3寸金蓮做戲啊！師傅真係你愛前面係秦朝年係冇？唔係，最主要來講咩哈？反正就會愛講就操。所以你講嘛該天使的臉孔，魔鬼的身材。嘿啦，用機法就結嘅啦。哎呦，如果要細粒看咪有分，一開始看細毛係咪哈？看外表，好，隨着年紀的增長呢，哈，如果開始看內涵咯。好啦，你喺問題講在頭擺啊，對象嘅時節，尋對象嘅時節，咁有度過嘛該羽毛情嘅事情。韓國人會知道，上來好看嘅，假使叫佢對人，也係本人對，係較簡單，也係較困難咧，至於。有我有到一隻細粒人啊，剛剛佢想係對我，因為佢就一直要用嚟吃飯啊、看電影啊，然後講講佢應該要中意我吧，因為一直對我，一直讓我出去了啊，還搶我食乜嘅好食嘅東西啊，後來你冇帶強下，為乜嘅呢？因為曖昧期過後呢，佢就讓我講。我感覺我係喺冇辦法讓你帶強下啦，因為我感覺啊，你真係唔拉講，非常我冇咩誒。當隻紅嘅前當然，唔知啲人騙哦。唔係，我感覺真係非常嘅，不知道我講乜人點哦。小鳳有度過冇？有，超英節㗎，超英係節㗎。哎呦，因為藝咩嗬，看細毛係咩嗬？一開始我當下看人嘅鏡件，嗰個翻翅骨，係，我之後一天我上來較優，嗬，冇處處，我也咩羽毛情嘅，我也係味道。哎呀，係味道優生學概念，嘿，去蕪存菁，林登講嘅好周種。那係傷到你咧？嚇？後來傷到你咧？優生學啊，係嘛？當當然上喺拍180呢就捱啊，係嘛？哦，係厲害哦。係優生學，如果捱就捱是受災戶，乜嘢受災戶？咁啊，嗰陣時人啊本人咪學認識喺啲咖啡店咩？哦，佢先到哦，佢先到佢就先坐好勢，哦，捱就捱來咩？捱就看，做得咯。唔就講看面相嘛，嗬。遠看哦。冇遠看，唔過我忽略一點，佢喺頭頂看呢，古時候我注意到上半身，我冇注意到佢下半身，要做嘅炸彈係咪嗬？等到煮完煮好了後，才發現，哦吼，我讓我本有上長30公分。佢就老自己強用。超萌身高差。比自己較高7咧，嘿。就
就自己喜欢男嘅野味没吼，再搭到肩膀啊。哪有？对啊，如果哎呀就不，反正我们差不多啊。快啦，优生学嘛，优生学还不易放下来啊。最后按的啦，不过重点还问呀，你知道好看人吼，他导演对呀，还对人他方便。也冇聽錯，我看人衝藝咩嗬，我跳擺咩先講，本人巴到當當然對藝，係啊，有啊，當當然巴到當當然對藝啊。古時候佢就唔敢撩藝，因為佢驚輸慫啊，點啊？高處不勝寒，係咪？高處不勝寒，點？最後係啦，個跌下來跌下啦。真嘅，幾好看人去對人，感覺較簡單。我這也冇聽錯啦，我覺得還是要有內在啦。你像現在也沒好幽默很重要啦，但是現在看才華比較多啦，係嘛？這承認吧，承認嘛，這時候就承認了哈。因為跟幽默可以增加話題嘛，啊才華沒好，跟佢社會經驗的累積共贏達標的啦，所以我覺得這個嘛，可能對現在來講比外貌還較重要。真勁哦，他也料好真勁嘅用，真勁係安尼哦，幾你敢咩安尼吃到？我即個係看感覺較多啲嘅啦。唔過我有啲朋友啊，就係正式嘅分享問題㗎，他就係有一擺嘅細妹啊，愛對呀我嘅細奶好朋友。唔過我呀細奶好朋友就知道，佢唔係夾菜，就想到一些普通啦。朋友，唔係夾菜啊！嗰時候幾時就要嘅細妹朋友就當中意我嘅細奶好朋友，跟我細奶好朋友就超懂飯啊。結果呢就老細妹朋友講，唔係捱嘅菜，1-2年以後呢，可能因為亞基法本日細妹誒，知道人生當中冇咩痴心啊，係唔係其實都冇好看，佢就真係真嘅非常嘅睇亞下，非常嘅講呢人工細妹誒，非常嘅講哦。嗰時候誒知道有陣時以貌取人真係係唔係當好嘅事情，係一款感覺啦。你啊對嘅細妹到底算係好結果，又係唔好嘅結果，對咩先難講？係啊係啊。跟你知道係好看人，他當然可以對嘛？我知道好看嘅人上到韓做嘅人，其實當到嘅人對，唔過上到聽好看嘅人後，就唔成強用，哇！也真係冇人對哦，因為像我有啲朋友，佢真係上嘅非常嘅講，馬上人看到佢都說哦，東江哇，因為有暗講嘅細妹，唔過佢23年以來都冇男朋友。嘿，韓國對佢呀，就10隻數字條，算得出來聽聽。故說睇下就出，我就問嘅我細仔朋友講，你因為冇想要對佢咯，佢就也做得輕鬆聽聽就好啦，對唔到啦，就係係我講知道對不可信，係冇唔錯，就有愛嘅感覺。嘅細妹係連發係嘛？你知道好看人，假使佢要對人，敢要按改？我想冇按改，像喺講演導嘅人吼，愛對人發，細妹人可能之後有一些冇安全感嘛，我係有感覺嘅。我回聽按老鷹分享一個跳白兔吼，報幕係真心的故事。嘿，初中改通好，細妹啊，他就是從小到大都冇動，應該講真正冇動好，因為佢寶牙，牙寶寶，係牙寶寶，韓國就非常不整齊，韓國就係按你漢英講嘅蛀牙。蛀夠牙，嘿，韓國是佢面頰卵啊，就很明顯一顆痣很大，又大又污，所以規張人韓皮膚又污，不是非常冇好看呐。韓寶妹是係佢出社會開始走條路以後啊，其實起到可能他自己有自覺吧，嘿，其實是整牙齒。韓國了只是點睇，嘿點睇了，其實規張人是變有磁性哦，其實開始化妝啊打扮，結果是真的桃花不斷，哇，非常非常明顯。韓寶後其實只是改咗動人刀嘅老公，就像那個打籃球嘅林書豪啊，哇，細妹人家嘅夢想咧，所以你看，係啊，當時咪有好嘅結果啦。不過以前喺老人分享嘅係當我知道當歐巴嘅故事，有歐巴係，冇因為我就係咧，我知道喺假使講有咧當演導嘅細阿哥誒，我追求我一段時間嘅假使我係單身嘅情形，佢可能就會當叫大明星，因為我就有一個搞無情嘅個意外出現，因為亞洲細來就完全合乎我黑板上面寫嘅亞洲條件，180公分，還有肌肉大到比你的
的手还大，比面还您的腿还粗，比面还开。哦，原来优生学的概念。对，骨头也可以了，就嘿哇，心花怒放嘅種感覺。心肝條卜卜白。真嘅，骨頭佢對橋捱就一下就同佢強嗨。哎呦！有啊，2、3禮拜，2、3禮拜人就強嗨，因為發現到非常中意，人就強嗨。不過前日過去，我就發現啊，這單嘅老一3年其實完全冇法講，冇辦法高興，就搶咗嚟看聽聽。嗰個前日以後，我就講嘅先做普通朋友好啦。點樣講做地先做普通朋友？佢有一些些咧表唔開數。嗰個普通朋友做到了，他咩係普通朋友？就懂普通嘅朋友。我親人啊，啲調切你也睇嘛？你有聽下？不過兩下社會上有一種嘅現象，差上會談到嘛嘅普男配正妹，普女配帥哥。大家做對接觸兩年嘅情況吼，做對接觸嘛，韓國唔會知道你係一種歧視嘛？會知道嗎？謝峰，我知道也完全做對接觸，也讚從雄詞。各品本事，係各品本事啊！你嘛，像講個普男係嘛，冇講普男啊，就講生落較有性格嘅，哦，而且講配到講嘅咪吼，佢有可能佢係暖男啊，好冇？對細妹係懂搭時。幹嘛？中央空調係冇？唔係，即個很貼心嘛，我你叫經驗型嘛，係嘛？叫佢嘅心咩乜俾打動啊，係嘛？啲一嘅本事係啊，而且講細太懂引導，好，配到嘅，我以為講。冇講較正，普女，較搖效，較搖效係嘛？較搖效啊！哎，跟有朋友講，這就是真愛啊，係嘛？係啊，有人減皮，有人托超嘛，係嘛？跟就講人所好，冇關係啊，就真愛。觀眾們有冇想一下咧？普男配正妹，也係普女配帥哥，到底會嘛個有人嘅情韓國帥哥美女，到底有嘛個優勢咧？哎，你等下再嚟繼續嚟講咯。感覺當後生啊，就係啊，講出我實際年紀，大家是倒抽一口氣。我有講，我有雙保安台幹嘛？倒抽2口氣。上演唔是上講，大家上到有演就好，唔是對球愛上到去講嘅啦。你就變上變演。喊做的是做的，還做的還做唔得。我要一個謙虛的感覺。都得啦，懂講啊。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嗬，你下問題之後，基本講到按照好看唔好看嘅問題嗬，從細到大，有人講過你好看冇，有人講過你唔好看冇，跟身邊人有講到按呢事情冇自己。我唔敢講自家係好看嘅人，因為我感覺你阿隻時尚聽到好看嘅人，故說你萬比都比唔過好看嘅人啦。係，唔過呢，係加上係談到係媽媽，還有總批啊、阿叔啊、爸妹啊，就講啊上來喊票子哦，很好看哦，請等一下。故說可能係長輩緣較多啦。就是可能是他因較中意嘅將自己按呢上到五官標誌。上到很多的，看起來等一下，用眼就看起來像18歲咁樣，可能是3歲啦。記得就講像人工的哦，按時在有人工的哦，等一下，給你講哦，氣家吃到愛說喊做對啦，幹咩安尼？剛剛有人講愛吃到愛係世界上第一獎。有啦，冇啦，因為我知道我自家身旁嘅朋友都非常的善良，故說特別看到我嘅時候，哦，你當講嘅嗬，我根本做當講嘅愛樣嗬，韓國像爸爸媽媽啊，韓國我當到嘅長輩啊，佢哋會咩接受嘅講好話嘛，故說接受都會談到，你常常都韓州的韓東好看愛樣嘅話啦。都在很多嘛，很多韓州的，韓州的是都在係做的，係做唔得。我要一個謙虛的感覺。做得啦，懂講啦。黃師傅見識哦，可能見識時時做嘛。我諗見到強樣啊，或者叔公伯妹啊，嗬，爸爸媽媽啊，阿公阿婆啊，一條一天多少從細到大一天我變到我鬧嘛，講誒上來當引導哦，外州的。協調。唔好協調，很實用。係最得意的咩？然後喲，係我嘅小湯圓。哦。一下就跳嚟講，我說爸爸帥不帥？好帥！我說哦，爸爸很帥哈，好帥哦。你有冇亂亂搞呢？我冇搞佢，佢吃眼光。語氣是威脅的，威脅嘅啦。佢吃眼光。威脅嘅啦。佢從細按你看到佢就知哦，按你人都帥。
哎呦，加出关于偏差的，安尼讲的。调准某一个呢，看到外面的世界凊彩唔得讲啊！哎，你高就从谁做好了，莫从某些风汉的。你还讲其中那一个帅啦，哈。对，可能是蟋蟀的帅哈。给背景啊，从这道台有人讲到已经上来都很好看，冇有吗？唔係動這，可是咪唔係，應該講乜㗎？唔係動這，唔係動好看。係啦，唔係動這，咪中間值嘅感覺。中間協調啦，係啦，協調啦。佢真係嗰時動中英都會講啊，佢要動後生啊，係啊，咁講出嚟實際年紀，大家是倒抽一口氣。啱啱要講啊，要雙保安台幹嘛？要倒抽2口氣。把姑娘不，哎，已經到底好呀，別人都心碎了。最好。什麼叫別人都心碎？心碎了。好呀唔好啊？應該算係我弄的。那李家孔有啦，應該身邊的朋友都挺良善，良善，懂良善哈。給阿權妹呢？我去噶吃到我每一家睇噶睇一眼，看到就會講哇。東江誒，唔係有種啥物嘅，唔過我知道我應該講係耐看戲咧，看久誒，認識我嘅人可能會知道，有隻什麼嘢唔會查。韓國有一句話當中有我媽媽同我講嘅，上演唔是上江。上演唔是上江。對，大家上到有演就好誒，唔是對口誒上到去講嘅啦。你就變上變演。嘅眼神咧會見來見演，見有演，跟我應該會上演哦。唔過你上演咩要福氣了，唔可上來福氣。唔過家嘅你根本講到青島誒，上來好看人可能好出青島，唔過。多帶上來好看，佢有壞處嘛？譬如講像佢順風青島無人啊，叫佢流來流去，係啊嘛個會使青島去保養嘅先，韓國都唔掉係，有啲人吼佢自家上到東江就會私叫嘅知道佢上來將人生幫佢上來，我要按嘅經驗會冇至於。我之前喺味道好看有做啲功課，就會講吃東西嘅時候，我係要下控制啊，係冇飲食啊，因為味道身材嘅身材嘅關係。要，我剛剛細妹人愛花錢嘅地方就係屬於面當紅嘅保養品、保養品啊，像你下平時啊，係唔單止係用嘅，還有試嘅都會試了，嗰時候例外都會用到，就會花錢到錢。就不能是一根煙是3000 K， 變兩邊3萬 K。啊，聽到啦，冇按到啦。咁你敢知道上來後關於都帶有乜嘅缺點呢？我知道接送會幫佢抹擦啦，有上時，因為像可能有人就會講，哦，你就煩嘅啊，可能要做一條路就，你可以按醬，將做一道一條路啊，冇醬因為做一道，唔掂啊，就要按用嘅人啊。嗱，糖要唱啲小男人嗬。係啊。講翻嚟。講冇年啲啦。係啊，做對對，嗰個人就知道，其實哦，上來講都帶係好也係壞，唔掂嗬，就係韓國上來講人會知道，會有人想要救嘅時候，就會知道，亞生可能青島人可以救我不要下手哈，結果錯失機會。要給感同身受，買個感同身受。好，謝謝趙峰。謝謝。阿飛見人知道係上來後觀音到底有咩壞處呢？一啲啲壞處是係，我知道會讓人家一直注意。係，安英從我講自間後觀開始，所以應該有一個感覺是，到Vodka對門係雜貨店，他雜貨店的老闆娘，她就很注意我。因為我有長時間開始減肥，因為嗰陣時就喺路鬧熱，從兩條好看嘛，是減肥。他老闆娘是動主意哦，就是講啊，劉老師你變瘦了呢，對，然後就不能再胖哦，因為你再給我胖回去，就是啊，劉老師你變胖了呢，所以沒有咁差勁，因為他提醒我，一直注意的，你就做壞事，總在做壞事，真見哈，係啊，阿宇權哦，我知道上到講口聲沒有壞處，我有一個同學嘅朋友，佢上到非常嘅講，大家就知道佢可能交到男朋友啊，當下亂花錢、亂使錢啊，不過其實佢完全唔係按樣嘅人，佢交男朋友嘅時間就當賺錢，就嚟強下當久。佢大家有知道自家嘅事吼，看一下自家，有那一片冇唔好嘅地方冇，自家有知道。看一下自家。有那一片想要改善冇，用班來改善哦，自己。我剛剛像你下沙飛嘅標準就講。丟
对条件就讲就係成個嘅部分啦，係啊嘛個就係做當好了只字，以前細細嘅時就會對細奶人出細奶啊，都會講哦300，還有模型鋪啊嘛嘅，像以前我真係非常嘅要求講我嘅成個就因做嘅煩惱講為嘛個我上唔夠呢，還做嘅跳繩哦，但你跳100下呢，都綁唔過，因為我想啊，為嘛個我為到騙人嘅氣氛係唔中意還是唔中意，來中意唔中意我設計，係因為我發現到我中意我設計嘅時節，騙人就會講講因為你中意設計就有自信嘅，騙人會講你真經上來以後看，因為你對設計有自信，真經嘅本人嘅感覺就會完全唔同樣，係。幾理解哦？像我設計，迄個愛講嘅話，我就較唔好愛批講，批講希望較低調嘅較好看，較定調嘅吼，較定調嘅啦，較定調嘅。批講。叫做孔啊，批講啦，比較較定調嘅啦。哇，咁講我迄講因為按用，唔講我咩唔會知道愛改善設計，我知道係愛設計中意設計，按用你自然產生的自信面就會夠較多嘅。小鳳呢，那片唔好。我講冇問題冇人先啦，我人係做係皮膚又較差，吼，加講嘅鼻子咩吼，咩不夠挺，3根不夠嘛，係3根不夠，然後係其實係面動重，還有咧，冇主運動些，哦，有個係要咧，冇咧啊，差唔多啦，一定啦。你講你都清唔過係要方式，都係去調整，要慢調整，你跳落山1天，嚇，1年高體要1年，嚇。你知機會就會習慣嘅，看機會就習慣嘅。應該習慣就刺眼嘅，像我日下就刺眼嘅，係刺眼，不是刺眼。最近呢，遲到這個信項有乃會想去改變咯。我細細講出來個細節啦，因為我鐵台，我媽媽講凍球，所以包妹機他就沒有力氣再生，結果醫生是用個吸引器讓它吸出來。結果吸出來之後，就一個神經，就是嘴巴這邊有一條神經受損，係受損，所以不好是係愛好太啲嘅時間，你係講話啊，還係笑啊，就很明顯嘴巴歪一邊。可是細細個時只是當自卑，因為你喊到奶都不能笑，是想講你嘴巴歪歪的。所以你轉用肥肥呢？係，聲音講是心裡就覺得啊很不好聽這樣子，很不會好睇。但是其實當感謝我媽媽，因為佢頭下讓我講，你這是缺陷美，其實一直在安慰我，所以他說你在其他方面很好。我有時候也要認知到自己嘅缺點都那一片，不完美沒係一種美。係啊。你覺得？我知道我當戲份當中應該爸爸媽媽本來嘅五官，係講真經愛調整嘛，但係我知道就係我嘅眼棍棍嘅度是，冇因為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就係愛他超一些咧。古時候家師講嘅都係超10公斤，就是可以符合普世價值。哎呀，動錯，哎呀，真經動錯。唔過我想我都係扭轉一下好了，坦白就同他講批漿，這樣去講哦。大概有去對過一個名聲，日本名聲叫渡邊直美，大概都幾好。你真嘅電影下，佢就會講他自己講嘅痴心迷。冇錯。今日給你講到青島吼，雖然你睇他有講到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雖然講你嘅外表可能係天生生出來就按照無法度去改變，不過咧，這個內涵當中有，希望大家人美心也美哦。下禮拜 Q 一個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香港太上國》。要發太